云林县的拿来焚化厂自2005年起好到今18档啊，拢还未启用。县府最近请专家评估规划几纳个方案，不过前提拢是讲未当烧粪扫，希望焚化炉会当转型来处理农业废弃物。不管要用倒一种方案，拢要经过中央同意、地方民意接受。咱来焚化厂在2005年完工后，目前大门锁起来，一直还未启用。近期温县府邀请专家学者评估，针对农业大关，希望未来当转型处理农业废弃的资材，例如落树、果树做成生物炭、花果农地地质改良，还是作为新质燃料等等。但在地民众至少嘛是烦恼。你即摆政府当咱稻草拢袂使烧，稻草是有机的物件，想要明烧，迄种废弃物哪有可能明烧，对吧？哪有可能无影响？这是较重要物件。结果佫变相讲，毋是讲遐单纯讲甲遮农作物在遮烧尔。当地民众表示，若焚化炉规划无烧粪扫，对当地环境会当减少污染，但上惊就是规划后变相使用。对此，云林县环保局表示，咱来焚化厂无论是倒一款的转型方案，咱必须得到中央还是民营接受才来进行。林内焚化炉未来一定没有焚烧垃圾这个选项了那目前我们透过专家学者的一个评估，解决云林县县内农业废资材、木质类的废资材是其中一个考量那当然，任何的转型方案也必须要获得中央跟地方民意的一个认同，才有可能来推动啦。环保局就讲，温县内粪扫量一天大约105吨，现在是以机械分选设施做成隐形燃料，按说明年会当达到自主处理。但全县目前阁堆置15万吨的粪扫等待气化，配合民众嘛是要做好资源回收分类，减少县内粪扫量。记者用报道。